會有香港，我哋應援第6季公義與價值觀第10集氛圍。宏福苑災民第一輪被監管回家執拾完結之際，幸存者講出深切嘅感受，實在值得留意。唔單止因為佢哋道出嘅心聲就係原生香港人被主權政治迫害嘅心聲，更因為好多業戶都反駁政治機器嘅權威。例如話冇可能斷捨離，其中一位更坦言住咗40年嘅地方就係佢嘅一切，佢條命。另一位更妙，建議宏福苑樓下最好起足球場，影照大火聽證會，純粹玩當真。我哋雖然生活喺語言符像嘅世界同意識裏邊，但係日久見人心嘅生活經驗，叫人與物之間唔再係曾經擁有咁簡單，而係從中意識到生活同生命真諦，尤其是經歷災禍傷痛之際。呢集繼續探究點樣喺符像森林裏面提升我哋嘅意識。我最尊崇嘅思想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喺佢最早受到英語世界注意嘅文章《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品》收尾有段説話，一再提醒我自己要回想並重拾故中發人生醒嘅意義。嗰段話咁講嘅：古希臘詩人荷馬時代，人類曾是奧林匹斯神子默想的對象。如今人類卻是人類默想的對象，人類自我異化去到一點，叫人在最崇高嘅美學歡愉上經歷自我毀壞。法西斯主義將這政治狀態操弄為美學，共產主義則將藝術政治化作為回應。首先喺1930年代末，本雅明寄望蘇共能夠抗衡納粹極權嘅氣焰。事實，當本雅明試圖從西班牙過葡萄牙再逃到美國時，佢兩疊手稿喺佢自殺後失蹤。根據齊澤克喺90年代一個學術會議上指出，因為本雅明晚期批判蘇共，嗰兩疊手稿係被蘇共特工取去燒毀。至於本雅明係咪馬克思主義者，好多謬誤，已多次澄清且閣下不表啦。至於上述引文點樣解讀，讓我從藝術作品嘅氛圍 aura 說起。我喜歡氛圍呢個譯法，因為意境比較具體同實在。氛圍一般指包圍住藝術作品嘅特殊意義，尤其是一啲廣為人知嘅傑作。好似我去過巴黎羅浮宮2次，第一次去，我喺唔顯眼嘅地方遇到蒙羅麗莎的微笑。第二次，由於改編自一本小説嘅電影，老實講我冇睇過，如今就放喺最大嘅大廳單獨展出，你仲要同好多人爭位攞到彩先至可以能夠埋到去近觀影相。究竟成班人係要直觀幅傑作，抑或以出電影描繪嘅種種疑團作為框架去觀賞呢？對本雅明嚟講，提出氛圍嘅原因，在於藝術品嘅氛圍喺機械再生產嘅時代被破壞無存。氛圍被破壞，正如引文所講，一方面係壞事，被極權主義同科技所利用，造成人類自我毀滅；另一方面又可以係件好事，以新藝術進行教化、提升意識，甚至促進改革。留意本雅明呢種慣常嘅揚聲手法。先講要揚氣嘅地方，然後喺幸存尚可挽救之處發明提升嘅可能性，一種更全面同深切嘅反省。咁氛圍本來指嘅係乜呢？本雅明指出，氛圍係時間同空間交織而呈現出嚟一種奇怪獨特嘅距離感。當觀賞者就近一件藝術品時，藝術品好似被一層面紗所籠罩，不可能無障礙咁直觀。曾經提過有位朋友想去睇法國專程運到香港展覽嘅印象派畫作，又唔敢貿然咁去睇，佢覺得需先請教喺呢方面受過訓練嘅專家。喺我呢位朋友眼中，著名作品保有一層獨特嘅氛圍，同睇電影電視係完全兩回事。當然，更多人反而抱持有乜咁稀奇嘅心態，當係一出好受歡迎嘅電影，入場睇下究竟有乜咁巴閉咯。意味住大部分人已經將藝術品嘅氛圍掟咗出街。呢種態度喺睇畢加索或者抽象派畫作時更加明顯嘅，係咪？科技複製出嚟嘅影像或者符像根本唔會俾人一種時空距離感同權威嘅。本雅明仔細咁解說藝術品氛圍嘅由來，同埋佢點樣被破壞以及破壞後嘅後果。
藝術品嘅氛圍源自藝術品兩種嘅價值。首先係膜拜 cult 或者儀節 ritual 嘅價值。藝術最初用於某啲儀式，先係法術 magic， 後有宗教儀節。而藝術作品嘅氛圍正正係源自膜拜或儀節而保留落嚟嘅。本雅明寫道：換言之，藝術作品獨一無二的權威性價值，建基於它用於儀節的基礎上。就算藝術品脫離咗宗教用途，例如由中世紀敘述聖經故事同教會人物等聖像同雕像，去到文藝復興及後嘅300年，藝術品早已世俗化，剩低例如純粹對美嘅膜拜 cult of beauty。但係藝術品俾人嘅距離感以及權威性嘅氛圍，仍舊被流傳落嚟咯。當機械式再生產方式好似影相科技出現啦，為藝術品嘅氛圍帶嚟威脅超過1個世紀之後，藝術界仍然積極維護其作品嘅氛圍。根據本雅明，就係為藝術而藝術呢個信條嘅來源啦，即係話要建構一套藝術神學，一種否定神學 negative theology， 試圖保衛藝術純粹同潔淨嘅品格，抗衡複製科技嘅衝擊啦。事實人類都有自身嘅氛圍，除咗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之外，喺傳統思想中有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容損傷嘅講法。雖然複製人類仍未成事實，但係醫學入侵，正如小學雞偉人大言不慚，器官移植可以叫佢存活到300歲咁話。而美容、修身整形等，小如髮型、修眉同衣着，又何嘗唔係將人按某啲形象進行複製呢？要留意嘅係，人類一直以嚟都有操控自然，包括對身體嘅形塑。問題唔在於人體按某種形象複製，正如自古以嚟一直都有藝術品被複製，例如錢幣同建築風格。問題在於複製嘅手法同語境。初步嚟講，藝術品同人都唔再建基於儀節或者禮教，包括引文所指奧林匹克眾神子，反而在乎完全不一樣嘅實作語境。咩呢？就係政治操作啦。咁講，侵犯人類罪 （crime against humanity） 又係唔係另一種否定神學呢？正面超越性嘅教條同價值都被否定，只剩低負面同當下認同嘅權利。所謂冇話唔準嘅，變相就係準做。我哋係咪要喺呢種價值基礎上爭取公義呢？如果係嘅話，只係喺玩政治操作層面上尋求公義，效果係有限嘅。必須喺人嘅意識上做更多教化工作。所謂無學足可以義，否則追求公義嘅努力好容易淪為尋釁滋事。藝術品分為另一來源係展覽價值。石器時代人將動物刻畫喺山洞壁上，係種法術，容易俾靈體 spirit 睇，並非為咗展覽。即上述講嘅膜拜價值。後來當藝術同宗教儀節逐步分離，因而作品展覽嘅機會逐步增加啦。畫喺木板上嘅作品當然比山洞裡面嘅更容易展出啦。加上人類複製科技長足發展，藝術嘅展覽價值叫作品，成為一種製作嘅活動。含義包括藝術品並非讓靈體神子等對永恆價值嘅沉思，而開始轉向讓人睇翻同思想翻佢哋自身嘅處境而已啊！更重要嘅係，雖然石器時代嘅科技同工業生產時代嘅科技水平根本冇得比，但係重點在於使用科技嘅取態同目的上，兩者相去甚遠。藝術品嘅展覽價值呈現人類攬出一大步，脫離自然界，並將展覽品變成玩意，變成遊戲。本雅明以氛圍被毀壞作為進路，叫我哋明白今日藝術作品嘅社會意義，就係演練緊離棄自然界之後，人性同當下科技發展之間玩緊嘅遊戲 interplay， 或者一般講嘅互動。本雅明花咁大嘅篇幅喺機械再生產時代的藝術品，講述看似無聊嘅另類藝術史，無他，為要叫我哋留意到喺上世紀30年代最流行嘅流行文化電影裏面，睇到當時電影將人演練成為機器嘅一部分。佢咁寫：電影的功能在於訓練人怎樣處理對大型機器造成的認知感同應對方法，
而大型機器在人生活上的角色幾乎與日俱增。今時今日，無論自願與否，我哋喺數碼科技同 AI 面前，將佢哋演練成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可惜，我哋對呢種生活所帶嚟嘅價值觀同公義判斷有乜影響，都仲未拿捏得到，對嗎？本雅明或者可以俾到啲靈感我哋。電影至少喺兩方面將人演練成為機器一部分，即係自動化嘅科技同受眾群咯。喺羅浮宮見到嘅古希臘雕像，或者達文西嘅蒙羅麗莎，當作品完成，就以千年或者百年計咁傳流落嚟，呈現住不朽嘅價值。但係電影本身嘅價值並不在於完成，而好貼切咁嚟講，就係試當真。本雅明稱之為試驗性演練 （test performance）。由於電影科技必須多方面功能嘅運作同配合，加上後期加工製作，演員同場景嘅演出根本就係試當真。最後產品可以出現多元版本，除咗可以無限 NG 之外，演員踏實嘅演出相對於科技嘅介入，根本係好次要嘅，永恆價值更加完全談唔上啦。之前講過，當年從生活方式百年不變嘅農村來港嘅難民，被大台電視劇一句台詞訓誨咗幾十年。變幻原是永恆。面對符碼機器同 AI 背後嘅超級大電腦，香港人已經駕輕就熟，好醒目咁試當真，奮身配合當下一切 ，whatever it may be，叫香港人無忘初心，將注意力從配合符碼機器嘅生活轉向更長期嘅香港福祉同抗爭事業，難免都要睇下當下種種情勢配唔配合到先啦。好多頭腦複雜嘅有識之士留意到好多學派道統，而且入到百佳，佢會淨係揀中意嗰隻薯片，何況意識形態呢？咁配合唔到咪算咯，係咪？相對於香港面對嘅歷史任務同責任，好多意識形態之爭都係試當真啫。如果你係個電影演員，對住鏡頭喺燈光下，你知道講到尾，你面對嘅係尚未見面嘅群眾。睇電影特別之處，在於喺漆黑環境裏邊，面對野大嘅銀幕，同大群人一齊觀看，群眾嘅反應可以互相影響，但係又好難預先估計到會係點。符碼機器叫我哋進入超現實，正如布希亞所講，其實同時又會帶我哋進入擁擠、冇名字、冇個性嘅群眾裏面。換言之，分為被褫奪嘅人群，只有法西斯政權以人面識別，將你僅有嘅身份，即係你嘅面容，將你確認出嚟。不得不提，法西斯俾你表述嘅自由，但係只能夠表述佢要你表述嘅嘢。意思係法西斯只容許你感知到佢俾你感知嘅嘢。所謂法西斯嘅美學，美學嘅希臘文字根，正正係指感知啊！本雅明對氛圍被褫奪嘅回應，並唔係回到從前膜拜同異節價值，而係通過電影鏡頭，利用鏡像技術，將人睇唔到嘅現實細節放大出嚟。不論近鏡、長鏡，抑或開闊嘅分享，叫群眾從短暫拼就試當真嘅世界，抬頭得見恆久不變嘅青天。包括包青天嘅公義判斷，加油！